机车是都市市民主要交通工具，但废气排放对着环境影响唔通轻忽。台南市114年度补助方案好消息出炉，不但更加多元，而且延续113年广受好评的青年专案，针对18岁到30岁民众，又有专案2.0，厝内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，偏远地区以及中低收入户专案，展现台南市推动低碳运输的决心。我们现在是延续我们市政府的轻盈的福利政策，还有延续我们过去偏远地区或中低收入的关怀送暖，打造2050近邻城幸福城市。那我们今年明年的一个重大变更就是过去一生一次，那明年开始一生不限一次，只要你在申请补助的时候，过去所拥有的补助车辆已经报废或者淘汰，都可以再来申请了。第二个，我们也观察到过去补助电车的部分已经使用多年了，我们也开放5年使用电车的可以再回来换购了这个部分我们是重大变更。那至于扩大的对象，我们也一直在看南科一直在蓬勃发展，外地的青年都移进来，我们也鼓励移进来，把车籍、户籍都移到台南市，我们来补助月租费，最高500块每个月，那以49% 为主，所以你要记得拿你的契约书来跟我们来申请。依据近邻永续城市管理自治条例，物流以及外送业需要逐步采用低碳运具，因此今年新增物流业专案补助。针对我们的近邻的一些概念，我们把物流业者也加进来，我们的补助对象，包含延续过去的幼专案、青年专案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补助对象。那今年我们也把补助的金额提高，就像我们换购的部分，以我们的补助，我们就增加了8000块左右。那至于中低收入，我们也希望他因为它是属于弱势族群，我们也看到道路交通的一些安全的一些疑虑，我们也把我们的电盾微型电动2轮车跟自行车这部分加码补助，我们提高到1万块左右，1万块左右。我们希望中低收入可以来转换这种比较低速的来确保交通安全。环保局提醒，民众需要先向环境部车辆太旧换新底换煤合平台申请补助，而且车一款期一定要写为台南市，以免影响后续补助申请的权益。补助相关的资讯，马当请问环境部车辆汰换新底换煤合平台查询相关资料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